公民提名，立即流動佔中，立即流動佔中。我哋呢一個係守法嘅，慢車中環平時都好慢㗎啦。但係如果我哋市民自發喺中環嗰度見到黃燈，我哋唔好衝黃燈，要做一個守法嘅市民。見到黃格，我哋唔好衝入去嗰個天羅地網，我哋全部係守法嘅。綠燈要開車啦，如果發現架車咔咔聲，條胎唔夠氣，記得落車多啲檢查下。流動佔中係大家用自己嘅創意去令到呢個嘅交通造成嚴重嘅影響，佢未必要承認呢個佢自己個人嘅選擇。如果佢唔想面對嘅法律訴訟，佢未必一定要承認呢個流動佔中，佢嗰個暈倒啊或者佢嗰個跌倒係一個嘅阻礙交通嘅目的㗎，係咪？因為呢個每一個市民嘅策略。咁我哋覺得真正佔領中環呢，最好就係繁忙時間佔領中環啊！即係你任何一個市民推架木頭車都可以阻塞咗交通。佔領中環嘅目的就係癱瘓中環。你唔癱瘓到中環嘅交通呢，你佔領中環皇后像廣場，你佔領中環遮打花園冇意思。你佔領中環就係展示，唔好俾嗰啲嘅富豪呢繼續享受政治免費午餐啊嘛！啲富豪有特權，令到香港貧富懸殊加劇。你要佔領中環，就要令到啲富豪受到呢一個嘅打擊，令到香港嘅經濟受到打擊，係嘛？咁所以佔領中環嘅目的呢，就要影響佢個經濟嘅運作情況咯。